哪里的医院环境这么奇怪？连护士的制服也这么奇怪。怎么会这样？做梦，做梦。睁开眼就没事了。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你醒了就好。来人呐！哎呀，二小姐，你才刚刚好，我扶你上床休息。二小姐，你才二呢？你谁啊？奴才是巧慧啊。巧慧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你的房间啊。我什么地方的房间啊？巴贝勒府邸的房间啊。巴贝勒府邸？什么巴贝勒府邸啊？贝勒？清朝？开什么玩笑？因为你穿成这样，说什么就什么呀？整人节目是吧？摄影机呢？摄影机呢？你什么两个组的？这种玩笑不能开，你知道吗？二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还装是吧？现在什么时候？这会儿刚过50。我不是问你这个，我问你什么时候？奴才没有骗你，是刚过50吗？我问你什么年月？什么年月呀？小姐，我不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时候。清朝是吧？现在的皇帝是谁？康熙爷。那我呢？二小姐呀。二什么？名字？马尔泰若曦。马尔代夫？啊，是马尔泰若曦呀。夫人呢？夫人呢？小姐是醒了，但是她问我是谁，你说会不会是脑袋摔坏了？不准乱说。大夫，你没事吧？若曦，我是姐姐，有什么事有我在，不要害怕。
夫人，从小姐的脉象上看，小姐是受到了过度的惊吓，神志有些糊涂。不过服些药调养调养，过些时日，小姐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大夫。巧慧在。带大夫出去开药方。是。请。若曦，吃了药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，不要太担心。马尔泰。若曦，马尔泰若兰，姐姐，那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从阁楼上摔了下来，已经昏迷1天1夜了。阁楼上摔下来？我明明是被车撞的。这是什么？高压线啊！弄不好要出人命的。张晓，骑在手脚麻里点。张晓，知道了。小小，你听我跟你说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在公司加班，你在劈腿。什么叫劈腿啊？你别说那么难听行不行？你也别侮辱人行不行？我侮辱谁了？我亲眼看到的，我深度近视，但还没瞎。别闹，碍什么碍你？喂，你也看到了。我只是跟美美吃了一顿饭而已。美美叫得多亲呐！这是她的名字。她叫小梅，不叫美美。可是我一直这么叫她。是啊，她是你的干妹妹嘛。所以呢，你也认识她的呀？我认识她比你认识她还早。所以啊，有什么问题啊？问题是你们怎么样？我们怎么样了？吃饭要牵着手吗？那是她拉的我呀。肩膀要托她头吗？那也是她靠过来的呀。她嘴巴也是自己贴过去的。是。贱人！哎，不吉利。喂，你没有看见她在哭吗？快点啊！皇帝，你以为你真是皇帝呀？你以为你在古代呀？3妻4妾1拖2。我告诉你，我张晓不吃你这一套。可是我，喂，吵架去别处吵好不好？我们在工作，你踩到我的线了。我哪有踩到你的线？滚开！哎呀，哎，你还骂人？活该你男朋友脚踩2只船，你自找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喂，我男朋友怎么样关你屁事啊？呀哈，哎，你这个泼妇！哎呀，呀哈，哎，你还动手动脚的你？我动手动脚怎么样？我还没动脚呢，我现在就动脚。小小，怎么变成从阁楼上摔下来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明白了，撞击，强烈的撞击，把脑电波都撞出来了。